过来看我们嘅专题报道，金曲奖嘅流行音乐奖呢，也听过日路颁奖嘅哟。今年俄罗斯嘅系作词人钟远峰，钟远峰系替一个闽南亚农家庭太嘅，伊是用爱等酒来创山歌曲嘅专辑，同林生祥一人抢下得到第12届嘅最佳专辑制作人奖，里面含200拿到嘅最佳作词人奖，拿到按到金曲奖嘅哟。伊今年还用爱中一条歌位，在国语毕业最佳作词人奖。钟远峰伊嘅观察过有，还用皮育仪成长嘅客家中来做创作嘅主题，平凡写实嘅文字嘅野歌词，是得过感动人嘅原因。有故事满山岩，是自人讲民族性。用简单无经过调度的文字，天天的讲出闽南语自然风光，同一年四季看起来强用杂有丰富多变的农村景色。钟远峰歌词极度的土地有动情的感情。我们先看这个东西南北，东边是山上有果园，西边也有个小山坡，然后有祖先休眠的地方。那北边有山，南边有河。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与生态共处的一个农村。虽然爱中歌词占80%杂事，不过钟远峰动口没有运用70条韵脚，按你几条歌会弹起来就有特别讲韵味。伊用轻简单的声音来表现出移动所落的创作技巧。从设计制度，佢用同到讲同公正嘅吼，就讲也讲七元节句7年嘅5年嘅东西吼，甚至也从设计有3则诗嘅，佢用轻少嘅诗来传达轻丰富嘅观念，即家乡嘅观念，家乡也轻无简单系安尼。后生时节写出嘅图书，韩国味道生发，令我被大兵嘅动年。钟远峰清楚地了解从爱中大兵心情，也歌词详详细细表达出对生发的一方土地亲情的感情。那你开始会去闻到小时候闻到的一些味道。那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声音，你会感觉到好像是你的妈妈的走路声音。所以我其实是在写一个想要回家的人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征兆吧。同荧幕盘林生祥在个一摆合作，一摆是钟远峰线下好词，林生祥在个来编曲的方式来做。每日安尼歌曲的曲调含卡做啲强化，钟远峰歌词地度填上闽南社会变化同外向付出的意见。详详细细谈过几条歌的，可能就做得透过歌词导向，动层的采体情感，清清楚楚感触到，客家农中甜情用人情动人的风貌。新闻来关于领域成作，综合报道。